咁呢個風險咧，我坦蕩蕩咁接受嘅。如果係風險，如果係任何情況，我都會好坦蕩蕩接受。大家唔使擔心我啊，我仍然咧非常之快活咁咧做我嘅人生，過我人生嘅。咁咧嗰啲咧就係喺度咧就係可能係叫做咩想幸災樂禍嘅人咧，佢最終係只會自己咧落鑊嘅啫。雖然咧我星期四之後可能有風險啦，但係咧我就已經咧準備咗，咁咧就係教咗咧就喺 Facebook 上邊咧每日睇大概中午12點咧係發出個留言嘅。喺每日咧中午12點或者朝頭早9點啦，可能朝頭早9點啦，紅綠燈節目我哋講唔到啦。咁我一句説話去咧同大家咧去傾一傾啲警細啲嘅一個咧就係事件。咁咧就係每日一語啊，咁咧就係都係紅綠燈嚟嘅，不過咧就冇咁詳盡，聽到我把聲，不過就見到我嘅文字。咁咧大家咧唔會嗱，除非咧係咪？或者咁講啦，星期四順過，咁每日咧仍然聽到我講嘅嘢啊，仍然咧我會對圍標集團咧重追猛打，唔會俾佢生存。嗱，另一方面咧，如果我面對風險嘅話咧，我仍然會自動教咗咧，每一日嘅朝頭早9點鐘咧，都會有一個留言俾大家，大家咧可以咧喺個留言領略下啦。到我出翻嚟嘅時候咧，就大家繼續直播下。咁咧，如果我星期四之後有咩突發事咧，咁大家記住保護住大家自己身體啦，最緊要身體健康啊，一定要愉快咁樣生存。同埋咧，希望大家咧唔好忘記咗我啊，記住我喺 Facebook 仍然見到我嘅留言㗎。潘生嗱，請問咧，你就數緊銀行凍結到戶口咧，解凍未有解凍啊？咁咧，匯豐銀行有一個動作嘅，佢咧就係提出咗一個咧其中戶口嘅一個咧係條件，咁咧就可以咧俾我攞翻個戶口嘅錢。不過咧，仲有啲好程序要做嘅。咁咧，而其他戶口咧都已經咧就係解除咗。咁咧，戶口當中嘅錢啦，或者解除嘅程序咧，仲有排搞嘅。係咪就係話咧？證據確鑿冇得走啦，咁人哋咧就會首先係收到風離開咧。嗱，呢一個咧，警方需要同市民交代清楚。拉我就可以砌我生豬肉咁容易，佢哋真係犯罪啦，就想放過佢哋。嗱，我係絕對唔會容許。蘇永彤呢個香港人一定要盡快拘捕。咁咧，鎖天台咧，犯消防係喎，點算咧嚇？李家超嘅難度啦，點樣可以咧防止人咧跳樓啦、掛臘鴨啦、燒炭啦，同埋放煤氣啦？嗱，原因就係一個股市咁嘅情況。中國大陸雷厲風行緊咧，唔係淨係金融業㗎，經紀、股票呢啲咧，保險經紀可能都受罪嘅。你諗下啲保險經紀有啲咧都係啱啱做一單咧大額嘅大陸單，但係間大陸單咧而家要咧沿路打翻錢上中國大陸。嗱，可能咧佢哋嘅佣金咧冇晒啦，佢哋因為咁樣而富貴嘅日子已經冇得過㗎啦。喺呢個尖東，喺呢一個廣東道租嘅寫字樓全部要執笠啦。嗱，呢一個咧似乎咧對保險業、對呢一個咧股票行業咧個打擊都幾大啊。事實的確如此啦，暫時跌422點啊。咁咧，除咗牛牛啦、老虎同埋長板橋之外咧，咁咧華盛咧都阿婆走得快啊！咁咧大家咧都係一樣啦。喺呢個國家決定咗做件事嘅時候，你預咗咧佢一定雷厲風行㗎啦。當佢認為咧啲錢經過賭博途徑、網上賭博途徑走得太緊要嘅時候，你見到件事幾嚴重㗎。如果你唔停嘅話，拉埋你。好啦，洗米華仔嘅例子啦，係咪？好啦，就喺海外將啲錢拉海外網上賭博。好啦，而家啦喺呢個股市同埋喺呢一個咧保險方面出走嘅大筆金錢，而家國家都要收翻你國家裏邊嚇，唔係話攞你據為己有，而係咧要你沿路翻上去啊！好啦，果然啦，恒指而家咧跌咗500點啦，睇嚟今日咧持續跌一段時間就唔係短時間嘅事啊！尤其是咧股市上邊被凍結嘅戶口啦，當中被凍結嘅股票咧，要喺指定限期之內咧係沽走嘅，即係話咧賣走。賣走完嘅資金咧就沿路由經紀行翻去個銀行戶口，個銀行戶口而家已經被凍結㗎啦，跟住咧係銀行咧就會沿路將啲錢咧打翻去係嚟香港嗰個中國大陸銀行戶口度，即係話你要將啲資金咧全部翻國內啊！好啦，咁咧潘生要好好保護自己啊，咁祝你平安啦，放心啊！馬英九咧係咪失智咧？嗱，盛傳馬英九失智，但係馬英九家人咧係唔認㗎，咁咧就不過咧似乎咧都避唔到呢一個事實㗎啦，有機會通殺㗎。咁咧我坦蕩蕩嘅成件事啊！好啦，咁另外咧建築技術啦。大陸化偷工減料嗱，我就真係咧講持平少少説話，唔係因為國內而出現咧偷工減料，唔係因為國內而出現咧建築而家沉淪。大家知啦，我喺踢爆沙中線紅磡站嘅一個咧一個剪螺絲情況同埋偷竊情況咧，嗰度唔牽涉大陸人嘅，全部香港人同埋澳洲人嚟嘅。嗱，反而咧我見到咧，當政治啲官員同埋啲政客同埋呢一啲商人咧一租埋一堆咧，就冇命㗎啦。嗱，喺呢個沙中線咧，唔單止係一剪短螺絲嘅問題啊！沙中線咧，仲係咧呃咗政府4成設嘅問題，係有2套圖嘅問題，有真假圖，有底面圖問題。而家咧，林鄭月娥同埋咧陳帆將件事壓住咗，係當冇事啊！嗱，事實上喺沙中線紅磡站咧，係已經喺委員會揾到有4成嘅鋼筋根本從來都冇收貨記錄，但係政府係俾咗錢，嗰度幾億元係點算咧？好啦，咁另外咧，北水禁止流入港股啊，咁咧短期內港股咧資金被抽走，股市都大插，可能快走啊！嗱，呢一個嚴重情況嚴重㗎。首先就喺呢一個咧3個呢一個咧就係咧喺網上嘅一個咧就係經紀，
咁咧跟住就係網上經紀開嘅一個咧銀行戶口，喺咧同網上經紀之間連通嘅銀行戶口，而家要原路凍結，原路將錢走，要將所有錢凍結，將佢釋放10幾日之內就釋放啦，賣咗佢，跟住啲錢咧原路翻大陸啊！第二咧就巨額保險嘅錢咧都原路走啊！好啦，即係話保險喺金融方面嘅兩大缺口，一個咧就投資戶口，一個保險戶口，呢兩條咧就洗錢途徑咧都要咧就被封鎖，原路咧要將錢打翻上去啊！好啦，今日大陸股市咧就好似咧哀雲遍野嚇，哀鴻遍野嚇。好啦，咁另外香港傳媒而家咧選擇性報導新聞㗎，南韓選嗰單嘢咧，香港人要睇 fact 啊，咁咧先知道詳情啦。香港你預咗啦，新聞統籌專員角色就係做呢樣嘢啦。基本上咧個新聞報導嘅內容啦，佢唔中意邊個就寫到佢衰，佢中意邊個寫到佢好，或者咧甚至唔寫一啲咧係同政府尷尬嘅事，呢個就大家眾所周知啦。嗱，好似咧九龍城廣場啦，就話我打人，幾就話打人單嘢啦。你見到咧幾個啊，你大家以為佢係比較獨立嘅媒體啦，實際上咧佢都係接受咧統戰嘅，佢一樣咧係唔寫部分嘅內容，寫到咧件案件咧係被扭曲咗嘅。好啦，今日港股咧必定大崩嚇，咁明日之後咧就更加多咧單 BBQ 啦，咁咧跳樓 BBQ 我諗都在所難免啦，因為好多人咧輸得好慘啊！嗱，我大家話俾大家知啦，九龍城廣場咧嘅一個咧經理就嚟自江西嘅周建平咧，佢稱星期六已經執包袱啦，即刻執包袱離開啊！嗱，我想特別講一講啦，咁係避唔到咧呢一個刑事責任嘅，因為咧唔係淨係周建平咧就向警方或者法院咧係提交呢個虛假文書、製造及使用虛假文書，唔係淨係佢兩個㗎，仲有一個咧就叫做咧就係蘇永彤，蘇永彤咧係香港人嚟㗎，實際上遞交呢一個4月28日更改篡改個簽約日期，去到4月28日嗰個人咧就係蘇永彤。嗱，當日咧就喺呢一個咧土地審裁處案件 LDPE 155/2025年咧係遞交嘅。當時個法官咧，當時裁判官咧更加特別講啊，你係要將嗰份文件咧俾一俾咧阿潘生，因為你冇俾過潘生嘅。好啦，結果我睇到之後咧，其實心中有數啦。嗱，事實上咧，我哋5月8號咧已經去咗報警噶啦。嗱，我唔知警方做緊啲乜嘢咧，亦都唔知鄧炳強呢個人咧做緊乜嘢啦。總之咧，警方咧好似對住佢哋咧係特別怠慢嘅。5月8號到而家都未拘捕人。嗱，而家人哋咧就話離開啦，翻江西啦。係咪就係話咧？證據確鑿冇得走啦，咁人哋咧就會首先係收到風離開咧。嗱，呢一個咧，警方需要同市民交代清楚。拉我走去砌我山豬肉咁容易，佢哋真係犯罪啦，就想放過佢哋。嗱，我係絕對唔會容許。蘇永彤呢個香港人一定要盡快拘捕。好啦，金門建築啊，咁咧就咧係大陸嘢嚟㗎，乜都夠膽死啊！嗱，以前係金門建築喺呢一個咧97年前，包括金門 Skanska 啦，咁 Skanska 後尾即係瑞典都執咗啦。好啦，或者已經咧係式微咗啦。金門咧係香港嘅一個咧就係金漆招牌嚟嘅，無論喺建築技術方面啦、管理方面啦、安全方面啦，各方面咧創新方面都好掂嘅。嗱，而家嘅金門咧繼續話自己創新方面咧係喺不斷咁樣推進，但係實際上咧工藝水平方面啦，喺呢一個咧就係咧工業安全方面咧都垃圾到不得了。可以咁講咧，而家金門嘅管理咧都係講可以咁講係垃圾嚟嘅。好啦，你見到咧喺呢一個何文田嘅豪宅，佢藏嘅汽水罐落去咧呢一個石屎裏邊。我咧就曾經買過佢兩個單位嘅，佢起嘅兩個單位啦，就喺呢一個咧海天匯兩個單位咧，其中一個單位嗰個咧門口嘅牆角啊，最少咧偏離一個牆角一條陣角啫，最少咧就係偏離咗25毫米。你可以見到咧佢嘅水平咧每況愈下。而家喺安全方面一樣啊，佢亦都係香港咧死得最多人嘅其中一個咧總承建商嚟嘅。但係佢哋有人包庇啊，佢係大佬咧就係呢一個選委嚟嘅，佢同咧權貴咧好接近嘅，唔知係咪因為咁啦，所以佢覺得自己咧可以走一粒。因為呢個原因，乜嘢都可以電話補救，乜嘢都有咧講過咧，篤下鼻，我係邊個？結果咧就係越嚟越每況愈下，其實就害咗自己公司。好啦，建築、金融、娛樂、教育全面大陸化，其實咧基本上都乜都大陸化噶啦。你建築係咪完全大陸化？反而唔係，建築咧係成個咧係中資機構喺發展歷程裏邊咧最難過嗰關嚟嘅，因為建築佬本身咧一向都小院高牆，而家都用小院高牆擋住嗰啲咧中資機構嘅，所以中資機構咧吃盡苦頭嘅香港啊。阿飛咧就唔係幫工人嘅。向咧呢個咧建築公司老闆傾斜啊！阿飛咧絕對係咧係喺建築公司老闆揾錢嘅人嚟嘅，絕對係賤人嚟嘅。表面上咧就講到自己咧就好似咧，我好關心工業傷亡權益，其實實際上咧就幫呢啲建築公司咧去解決嗱，包括咧我自己親身遇到件事，阿飛嘅冚家產咧就叫呢一個死者嘅大仔係唔好俾我出席同機管局嘅會議。佢話如果出席個會議咧，佢同機管局咧就會唔召開會議啦，有啲乜嘢咧公事公辦。嗱，呢啲冚家產，嗱呢個飛講㗎，佢咧為咗幫金門，當時金門咧嘅田螺司機咧喺失救之下，喺機場島即係興建緊三跑嘅地方咧，俾人掟來掟去，結果係當場死亡。嗱，本來佢唔使死嘅，肯送去醫院其實唔使死，就係因為金門唔肯送去醫院，特登咧想壓制呢一個工傷事件，希望佢醒翻就冇咗個案件，冇咗呢個數字。結果衰咗之後咧，阿飛就幫佢揾事。嗱，呢個阿飛咧唔係好人嚟㗎，我非常歧視阿飛嘅。
好啦，咁另外咧就係好簡單啫。如果你係冚家產，你咪做個冚家產咯。你冚家產就唔好扮好人，喺度扮好人，扮咧自己咧。你點解佢會咁樣出鏡率咧？就係因為嗰啲大集團政府不斷幫住佢，希望佢可以咧去引領大家嘅思考，由佢咧去咧係幫大家做思考。聽佢講就死撚得，話俾你聽。嗱，朝鮮同中國關係係咪唇齒相依到咧？係冇咗大家唔得。朝鮮睇美國，朝鮮睇俄羅斯，朝鮮睇中國大陸係點嘅咧？今日我就唔用中國嘅角度去睇，因為用嗰個睇咧，我都唔想 comment 啦。我哋用翻朝鮮角度睇件事。嗱，朝鮮咧其實咧同中國之間咧係有摩擦嘅，甚至朝鮮咧喺佢自己嘅政治宣傳裏邊咧係曾經咧係罵中國，就係鬧中國嘅，係白紙黑字鬧中國。喺當時咧，朝鮮同埋咧中國之間關係咧係跌到低點嘅。嗱，朝鮮同中國之間咧係有一種獨特嘅一個咧係日史關係，就係程序或者日程嘅一個關係，就係中國喺面對住或者將會準備咗一啲重大嘅事件，譬如開兩會啊，譬如咧係有啲重大嘅事件，國慶咁樣啦，咁朝鮮咧就唔會喺嗰啲事件嗰啲時間咧嗰段範圍之內咧係咧搞小動作嘅。嗱，朝鮮久唔久都搞小動作嘅，佢一定要咧係話俾世界聽，佢係擁有一定嘅能力，佢係擁有一定嘅纏繞力，去保持住佢國家嘅生存。嗱，喺朝鮮咧係同古巴一樣。係同伊朗一樣，係面對住制裁，但係面對住制裁之下嘅朝鮮，同古巴同伊朗有啲唔同嘅。佢咧雖然你話咧佢經濟係咪好蓬勃發達，唔係，但係佢咧基本上咧啲人都覺得安穩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國家管治方面咧，佢有一定嘅方法，有一定嘅一個咧方法同渠道咧去揾錢，亦都有一定嘅方法咧去配給。一個咧某個程度上就係佢喺大國生存之下嘅一種咧係方向。其實早喺金日成啊，其實佢已經睇得好清楚。而家咧金正一嘅爸爸就叫做咧金正日，金正日嘅爸爸即係金正恩嘅爺叫金日成。嗱，金日成咧其實咧佢喺立國初期已經睇得好清楚朝鮮條路啦。佢知道朝鮮半島嘅分裂其實咧係唔穩定嘅，佢都知道咧朝鮮半島當中北韓佢而家處境咧係比較咧係危險嘅。個危險情況就係佢可能會滅亡，而可能咧被吞併，亦都可能咧係成為咧大國嘅傀儡。喺朝鮮佢附近咧，其實有4個大國嘅，除咗咧有呢個北邊俄羅斯啦，喺東邊喺西邊嘅中國大陸之外咧，喺東邊其實佢有日本，再遠啲咧佢有美國。其實咧朝鮮係喺4個大國嘅陰霾之下咧去生存。朝鮮對日本嘅方法咧，就係佢派咗好多僑民去日本，佢咧係某個程度上咧喺日本度係揾佢需要支撐國家生存嘅一個外匯。同一時間咧，佢咧同日本之間有一種咧係微妙嘅。雖然好多人喺日本，但係微妙到咧，佢唔會破壞日本嘅一個咧安全同埋穩定。某個程度上，日本亦都唔插手、唔干預咧朝鮮嘅政治，盡量咧遠離兩個國家。某個程度上咧，好多朝鮮喺日本。如果日本對朝鮮不利咧，朝鮮人喺日本咧反艇嘅能力好高。好啦，對日本之外，對美國、對俄羅斯、對中國係點咧？朝鮮尤其是對俄羅斯同埋中國呢兩個大國近鄰咧，其實咧喺今次嘅年代咧，佢已經咧係有一個好清楚嘅策略。第一，朝鮮唔可以滅亡。第二，甚至可以統一朝鮮半島。第三，朝鮮唔可以成為咧俄羅斯或者咧係中國嘅傀儡政權。嗱，當時嘅金正日，當時嘅金日成咧，俄羅斯咧仲未出現嘅，當時就係蘇聯。喺蘇聯時代，俄羅斯同埋咧呢一個咧係咧北韓或者咧係朝鮮嘅關係已經好密切㗎啦。大家成日以為咧朝鮮淨係同中國密切，其實唔啱㗎。朝鮮咧喺經濟嘅依賴程度上咧，對當時嘅蘇聯咧嘅依賴係比中國仲要大。不過中國咧喺呢個朝鮮戰爭喺朝鮮半島嘅戰爭上面咧係付出咗好多。好啦，但喺經濟嘅依賴方面咧，朝鮮其實係比較依賴俄羅斯嘅，或者比較依賴蘇聯嘅。喺蘇聯解體之後，即係蘇聯咧係解體啦，俄羅斯成立啦，俄羅斯咧係冇乜點理東方嘅戰略，咁所以咧抌低咗朝鮮。朝鮮同俄羅斯嘅關係咧，喺俄羅斯成立最初期，亦都係咧呢一個蘇聯解體嘅一個後期啦，係可以咁講，係變得咧脆弱，變得咧係靜落嚟。所以當時嘅呢一個咧就係咧朝鮮咧同中國大陸關係咧就密切咗好多。好啦，但係當朝鮮係缺席核試嗱，如果大家可以睇冇中國大陸，朝鮮係冇可能進行核試。但係中國大陸係咪就係準朝鮮進行核試咧？嗱，呢個真係問號嚟㗎。但係咧喺朝鮮核試之後，其實好一段時間咧，中國大陸咧係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嗱，因為對中國大陸嚟講，朝鮮用咗核武，佢可以保護自己嘅國家，某個程度上就冇咁依賴中國。同一時間咧，如果韓國、南韓咧同朝鮮之間出現軍備競賽，都製造核武咧，變咗中國嘅鄰國咧就多咗一個核武國家，而個核武國家可能就係同中國敵對。嗱，呢個對中國係不利。所以咧，中國喺策略上咧係希望朝鮮半島無核化，就係朝鮮半島無核化呢幾個字，係令到朝鮮咧同中國之間咧有非常巨大嘅界體。嗱，喺朝鮮半島無核化嘅問題上邊咧，啱啱特朗普訪問中國，喺呢一個雙方出現嘅一個新聞稿當中咧，美國就講咗咧係繼續朝鮮半島無核化嘅路，但係中國咧喺呢個新聞稿咧係刪除咗無核化嘅。如果即係話咧，中國咧係有少少改變，係同之前嗰幾年咧係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唔好刺激南韓都有核武。唔好令到咧中國喺
中國嘅東邊咧多咗一個咧，可能係咧對佢不利嘅核武國家。嗱，呢一個就係中國嘅某程度上嘅一個策略。但係咧喺啱啱呢個上年啦，咁我哋天網唔見到啦，中國、俄羅斯同埋朝鮮三個領導人咧並排，而且咧金正恩係企喺咧呢一個咧習近平嘅右邊嘅。而跟住咧喺習近平喺呢一個咧接見呢一個特朗普嘅時候咧，亦都將咧朝鮮半島無核化呢幾個字咧係刪除咗。嗱，唔知佢嗰時有冇講，總之新聞稿刪除咗。某程度上可以見到咧，中國係似乎咧係改變咗對朝鮮半島無核化呢個立場，而換取翻咧同朝鮮嘅關係更加緊密。嗱，原因係乜嘢咧？當俄羅斯係成立，即係話當蘇聯解體、俄羅斯成立嘅期間，或者之後一段時間，俄羅斯係比較少同咧朝鮮建立一個即係親密關係。但係當俄羅斯喺烏克蘭嘅戰爭當中消耗過多嘅彈藥、過貴嘅彈藥，同埋咧唔足夠嘅戰爭人員，而朝鮮能夠供應不包括士兵、包括彈藥嘅時候，俄羅斯同朝鮮嘅關係咧係非常非常親密。而跟住咧，中國大陸對於俄羅斯同埋朝鮮之間過於親密嘅情況，中國大陸需要取得平衡，而平衡嘅唯一方法就係咧唔再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嗱，因為咁樣啦，俄羅斯同朝鮮嘅關係咧，某個程度上咧而家係受制於中國朝鮮關係嘅重新崛起嘅。好啦，俄羅斯同朝鮮之間嘅關係去到邊度咧？嗱，朝鮮其實咧喺羅先啊，喺呢一個咧就係羅先地區，咁就有大概喺朝鮮半島嘅東北邊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有潛能嘅地方嚟嘅。嗱，除咗因為北極冰蓋融化啦，粵北嘅港口喺呢一個運輸呢一個咧原產品又好，工業產品都好啦，係距離歐洲距離咧短咗好多，而令到佢哋出現咗競爭力之外，朝鮮嘅羅先咧係更加特別嘅。嗱，俄羅斯係有不凍港，俄羅斯亦都有咧係呢一個咧港口有啲基建。但係咧，俄羅斯喺東方咧個經濟產值好低，而咧東方嘅經濟產值主要即係話喺嗰個區域咧，主要其實就中國東北三省，而中國東北三省咧係有一個獨特嘅情況嘅，而家係冇咧通去海路嘅路徑，佢只能夠咧係將貨品咧首先向南下，一路去到遼寧嘅一個咧係咧就係港口先可以，譬如大連港先可以出口，而咧佢哋包括吉林、黑龍江咧都要跨過三個省去到遼寧先可以出口，係一個咧係明明同海距離好近。但係就要行好遠路先可以出口，而令到東北三省咧喺經濟發展出海嗰方面咧係其實面對一定嘅一個咧壓力。嗱，本來佢哋咧去歐洲，因為北極冰蓋融化，歐洲嘅航程咧係比南中國近好多嘅。但係就因為佢哋首先要陸路喺吉林、喺黑龍江，要先去到遼寧，就喺遼寧係大連港出口，所以咧就導致咧佢哋工業產品嘅競爭力低咗。嗱，其實本來咧喺吉林好，喺黑龍江好啦，佢可以打橫向東咧係通過呢個北韓嘅一個咧羅先。跟住咧就喺嗰度出口。其實北韓嘅羅先咧就好似香港咁樣，係一個國際貿易或者轉口嘅一個重地嚟嘅。好啦，但係北韓咧喺發展羅先方面咧係比較慢嘅。好啦，但係最近咧俄羅斯都睇中咗羅先啊。咁咧唔單止咧北韓同埋俄羅斯之間咧係有呢個士兵同埋武器，即係話咧彈藥方面合作。佢仲有咧就係建立緊啲新嘅橋梁同埋基建，將俄羅斯遠東地區咧係直接同羅先連接，係令到咧俄羅斯嘅產品咧可以運去朝鮮之外咧，亦都可以經朝鮮嘅羅先咧係咧出海。嗱，呢一個咧究竟中國喺今次譬如啦習近平訪問朝鮮嘅時候咧，會唔會都有一個咧諗法，就係喺呢個吉林同埋咧喺呢一個黑龍江係咧向東建立呢個高鐵網，就去到北韓嘅羅先，喺羅先度咧係成為中國貨品北方嘅貨品出口嘅基地咧。嗱，呢個等住睇啦。嗱，整體嚟講咧，北韓係喺大國嘅罅縫之間生存，佢係有一個咧獨特嘅一個咧能耐，呢個能耐幾勁㗎。喺伊朗啦，喺呢個古巴，大家見到咧佢受國際制裁之下咧，所有嘅民不聊生嘅情況都出現嘅。嗱，古巴甚至連電都冇啦。嗱，伊朗咧而家通脹係非常之嚴重嘅。大家可以睇睇咧喺 YouTube 上面嘅時真妹，時咧就時間嘅時，真咧就真實嘅真，妹咧就妹妹嘅妹。嗱，時真妹咧就係伊朗一個咧係曾經留學喺中國嘅一個咧係少女。嗱，佢翻到伊朗咧不斷拍片，拍佢日常。嗱，當然佢有政治宣傳嘅一面嘅。佢拍到伊朗咧而家係冇事嘅，係仍然生活正常，喺戰爭中仍然生活正常嘅。喺拍嘅時候咧，亦都見到佢咧有講到戰爭嘅陰影。但係咧，當你睇到咧伊朗貨幣去買咧一啲嘢嘅時候咧，原來15萬伊朗嘅貨幣咧先等於6毫子人民幣嘅啫。你可以見到咧個貨幣貶值得好嚴重。佢都有講到嘅，就原來咧佢每一個禮拜買嘢嘅價錢都唔同嘅，所以好特別嘅。佢咧冇成個集所有集嘅節目咧，佢買所有嘢咧都會話俾大家聽佢買幾多錢。因為咧，其實咧，譬如買狼就係佢哋嘅麵包或者佢哋嘅飯啊，一塊塊嘅狼咧就係伊朗人主食糧嚟嘅。佢個狼嘅價格咧亦都不斷咁上升緊，即係嘅主食都不斷上升緊。但係睇嚟伊朗人咧仍然咧係正常咁生活緊嘅，有部分人咧正常咁生活緊。不過當然啦，呢啲係宣傳成分啦。好啦，但係當中你可以見到咧，伊朗其實咧同古巴一樣，面對住咧國際制裁咧，其實好難生存。
伊朗仲要天然咧係有石油出產添，佢咧係有非常之豐富嘅天然資源，仍然咧咁難生存。但係咧北韓咧或者朝鮮咧，其實佢生存得幾好嘅，佢可以咁講啦，喺咁重大嘅制裁之下，而且咧佢做嘅動作係非常之激烈，佢包括發展核武啦，包括射導彈啦，發展導彈啦，全部都係咧對着幹嘅。但係咧佢明顯地咧喺呢方面咧做得幾成功，係能夠利用核子咧去保護自己國家嘅生存，同時間咧喺呢個制裁當中咧揾到罅隙生存，同埋咧繼續咧可以有資金咧係研發武器。嗱，北韓啦，啱啱即係話朝鮮啦，最近呢幾日咧出咗好多啦，佢不斷都會有咧官方嘅一啲宣傳。官方宣傳以往咧比較多咧就北韓人嘅生活啦，或者北韓人嘅成就。但係近呢幾日啦，就係習近平訪問北韓之前咧，係比較多咧獨特嘅一啲宣傳。譬如喺尋日啦，佢哋嘅前日啦，佢哋咧就係咧係北韓嘅領袖咧金正恩就係咧巡視呢一個咧就係咧有濃縮設施，一桶桶銀色桶就係有濃縮設施，佢身邊咧全部一桶桶一支支嘅有濃縮設施。嗱，佢從事設施之後咧，琴日嗰個妹咧就突然間咧係發表聲明，就北韓咧係唔會放棄核武嘅。嗱，呢個講法咧，嗱包括佢睇有濃縮設施啦，包括咧佢妹話唔會放棄核武啦，包括中間佢哋軍事方面咧就展現咗喺廠房裏邊咧滿布冇彈頭嘅導彈，即係話佢做咗好多導彈嘅彈體，只係未鑲彈頭上去啫。每個彈體之間連接住嘅，即係嗰個係倉庫嚟嘅。好啦，好多睇一睇嗰度咧，可能都有咧幾百粒嘅導彈。嗱，可以睇到嗰啲導彈係細粒嘅，即係話咧應該係短程到中程導彈嚟嘅，未裝彈頭。但係可以見到咧，北韓就話俾大家聽，佢有導彈或者核彈嘅發射能力，而且咧有好多存貨。佢咧個妹話俾大家聽，佢唔會放棄咧核武。佢咧金正恩話俾大家聽咧，佢哋繼續提煉緊濃縮鈾，繼續生產緊核武，亦都唔會交出濃縮鈾。嗱，呢個某個程度上咧，就頭先我所講啦。中國大陸本來要求朝鮮半島無核化，但係呢句説話咧已經開始咧漸漸消失咗啦。而咧朝鮮亦都堅持自己咧係唔會無核化，核子係保護朝鮮嘅一個咧重大戰略。嗱，呢個戰略咧其實咧係吻合翻，包括咧由金日成留俾金正恩，由金正恩留俾咧係呢一個咧金日成留俾金正日，金正日留俾金正恩嘅一個咧戰略，就係朝鮮喺呢個大國之間夾縫生存，就必須要發展核武，而且咧係必須要不成為大國嘅傀儡。嗱，呢一個似乎咧朝鮮係行得幾好嘅。好啦，今日講嘅政治咧講得差唔多啦。